第6课白扫。第6课讲这个耶稣的妈，耶稣的妈，耶稣的妈，名呼玛利亚，不休玛利亚。不休玛，哎呀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约瑟刚将临灭，约瑟有谁？这是个有谁？刚将临灭，他讲成了他有谁刚将临灭？那这什么一句话再写？开始了。耶稣的妈，不名呼玛利亚，玛利亚是什么名？玛利亚，约瑟有谁刚将临灭，讲成他灭，这些是个灭，刚将临灭，就是耶稣的妈，不休玛利亚，约瑟刚将临灭，约瑟将成他了。玛利亚，耶稣的妈，不休玛利亚，